云康话总体来讲可以分为2种口音：抒情上高腔和外高腔。上高腔主要分布在以当县镇为中心的云康市东北部地区，外高腔主要分布在以云康市新区为中心的西南部。今日我两个别来讲解嘛，搿个上高腔和外高腔的区别。谁渣？谁做？鸭子。瓜子。瓜小瓜椒。瓜小瓜椒。我操。我操。梅家囊。梅瓜囊。喷烧。喷烧。花糕。花糕。炒麻酱。炒麻酱。蛙糕。蛙糕。膘芥。膘芥。豆芽。豆芽。毛酒。毛酒。老鱼叶。老鱼叶。椒菜好。椒菜好。大椒切。大椒切。老熬蛋。老熬蛋。调糕。调糕。妈妈，下家放辣楼梯啊，我小你是去夹。妈妈，下瓜放辣楼梯啊，我小你是去刮。老师，我考试卷呢？老师，我考试卷呢？唔该话嘞，我是猪啊，还是中啊？唔该话嘞，我是猪啊，或者是中啊？发小好米啦，哪里西瓜皮啊？发小好米啦，我嚟西瓜嚟啊。你那小家叫读几年级呀？我那已经读高中啊了。你那小家叫读几年级啦？我嘞已经上高中了呀。星期日趟也去去巴萨小考吊龙号，想想都觉得邪火飞到。星期日趟也去巴萨小考吊龙号，想想都觉得邪火飞到。你给恰上吧，我给那中部中生金送嗲啊上班了。你给恰上班啦？我给那中部中生金送嗲娃上班啦。今年的上高腔和外高腔别讲大瓜了，肯定我有好了解解飞到的话没讲教，欢迎大家给分享话题留言，喊我个讲解嘛个了解解飞到的云康话发音，一定要去留言哦。下期再会，拜拜。